Interior Design 今次會介紹日出康城 9B 期 Grand Marini 2B 座 A 室，係一個實用面積785平方尺嘅3房新樓室內設計案例。呢個案例客人揾我哋嗰陣，有提過想要跳動或者心跳嘅感覺，但唔想太過 over， 想屋企可以住到一段長嘅時間，等小朋友大個啲，再睇下點樣執一執嘅。為咗滿足客人嘅要求，我哋低調咁喺家私嘅背板做咗凹凸嘅條子紋，令比較平面嘅木紋都做到跳脫嘅感覺。再喺梳化後邊掛咗一幅好似星頻嘅掛畫，可以滿足客人想要嘅嘢之餘，亦可以做到一個長青高貴嘅風格。頭先你哋講到客人係有小朋友嘅，咁你哋係會點樣安排同埋計劃呢？我哋會將中房做小朋友房，同埋小朋友仲細個，暫時會同戶主一齊瞓，所以暫時 set 咗個地台去增加收納，等小朋友大個啲都可以加床，唔會影響到日後嘅規劃嘅。究竟後房、主人房設計師係點設計？可以去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睇返我哋詳細介紹片段㗎。